大家好，我今日演講嘅題目係珍惜每一粒米，守護國家糧食安全。大家知道嗎？國家安全唔單止係軍隊同埋警察嘅事，其實同我哋每一個人嘅生活都息息相關。喺總體國家安全觀裏邊，有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叫做糧食安全。乜嘢係糧食安全呢？簡單嚟講，就係確保我哋每一個人每一日都有足夠有營養、安全嘅食物可以食。如果冇咗糧食安全，社會就會混亂，國家就會動盪。所以糧食安全係國家繁榮安定嘅基礎。我哋每日返學前食嘅早餐、午餐嘅飯菜、放學後嘅麵包，背後都離唔開農民伯伯嘅辛勤勞動，以及國家對農業、對糧食生產嘅重視。作為香港嘅小學生，我哋既係中國嘅一份子，都係國家未來嘅主人。要維護糧食安全，首先要認同自己嘅國民身份，我哋係中國人，愛我哋嘅國家，自然就要愛惜國家每一粒米、每一棵菜。咁我哋可以點做呢？第一，食飯嘅時候食幾多不幾多，唔好浪費食物。第二，出外用親食唔晒嘅飯菜可以打包帶走。第三，向家人同埋朋友宣傳珍惜食物嘅信息，明白誰知盤中餐，粒粒皆辛苦嘅道理。呢啲看似簡單嘅小事，其實都喺度為守護國家糧食安全出一分力。最後，我希望大家能以自覺提升國家安全嘅意識，由珍惜食物做起，由我哋嘅校園同埋家庭做起。當我哋每個人都成為糧食安全嘅守護者，我哋嘅國家就會更強大，我哋嘅生活就會更加幸福。多謝大家。